迈克·杰克森遗产管理公司 The Estate of Michael Jackson 今天对美国有线频道 HBO 提告，指控对方决定播出有关迈克·杰克森猥亵丑闻的纪录片，违反先前达成的不毁谤协议。这起在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出的诉讼指出 ，HBO 对演唱颤栗 Thriller 的已故流行音乐天王迈克·杰克森做出遗产管理公司所谓的不道德毁谤行为，恐怕得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赔偿金。在片中，2名现在30几岁的男性宣称，迈克·杰克森当年与他们交朋友，之后性侵他们，2人当时年仅7岁和10岁。路透社报道，这起诉讼并未寻求阻挡 HBO 播出纪录片，但宣称 HBO 违反1992年播出迈克·杰克森危险之旅 （Dangerous） 世界巡回的合约。HBO 在合约中同意，不会在当时与未来毁谤他。遗产管理公司试图强制执行1992年合约的条款，表示有权寻求法院仲裁这起争端。HBO 今天在声明中表示，尽管有人非常想破坏这部电影，我们的计划仍保持不变。HBO 将继续在3月3日及4日播出这部共分2集的纪录片，这会让人人都有机会自行评断这部片以及当中的主张。迈克·杰克森的家人上个月称这部电影及有关指控的报道是公众私刑，并说迈克·杰克森是100%无辜的。遗产管理公司的律师魏兹曼 （Howard Weitzman） 今天在声明中表示 ，HBO 本可以且本就该确保离开梦幻庄园有适当来源、查核事实并公正平衡的呈现。中央社